較量布施功德園品第10。爾時地藏菩薩摩薩成佛威神，從座而起，胡跪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觀業度眾生，較量布施，有輕有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10生受福，有100生千生，受大福利者，是事云何？唯願世尊為我說之。爾時佛告地藏菩薩：吾今於忉利天宮一設眾會，說閻浮提布施較量功德輕重，汝當諦聽。吾為汝說。地藏白佛言：我兒是事，願樂欲聞。佛告地藏菩薩：南閻浮提，有諸國王、宰父大臣、大長者、大剎利、大婆羅門等，若遇最下貧窮，乃至聾殘喑、聾癡無目，如是種種不緣具者，是大國王等，欲布施時，若能具大慈悲，下心含笑，親手布施，或使人施，言慰喻，是國王等所獲福利，如布施白恒河沙佛功德之利。何以故？原是國王等於是最貧賤輩及不緣具者，發大慈心，是故福利有如此報。100千生中，常得7寶具足，何況衣食受用？復次地藏，若未來世，有諸國王、智婆羅門等，遇佛塔子，或佛形象，乃至菩薩、聲聞、辟支佛像，恭自營辦，供養布施，是國王等當得三劫為帝釋身，受勝妙樂。若能以此布施福利，回向法界，是大國王等於10劫中，常為大梵天王。復次地藏，若未來世，有諸國王、智婆羅門等，遇先佛塔廟，或置經像，毀壞破落，乃能發心修補，是國王等，或自營辦，或勸他人，乃至100千人等，布施結緣，是國王等100千生中，常為轉輪王身。如是他人同布施者，
百千生中，常為小國。王身，更能於塔廟前，發回向心。如是國王，乃及諸人，盡成佛道，以此果報，無量無邊。復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，見諸老病及生產婦女，若一念間，具大慈心，布施醫藥、飲食、臥具，使令安樂，如是福利，最不思議。100劫中，常為淨居天主；200劫中，常為六欲天主。畢竟成佛，永不墮惡道，乃至百千生中，已不聞苦聲。復次地藏，若未來世中，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，能作如是布施，獲福無量，更能迴向，不問多少，畢竟成佛。何況釋梵轉輪之報，是故地藏，普勸眾生，當如是學。復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佛法中，種小善根，無法沙塵等許，所受福利，不可為喻。復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佛形象、菩薩形象、辟支佛形象、轉輪王形象，布施供養，得無量福，常在人天受勝妙樂。若能迴向法界，是人福利，不可為喻。復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遇大乘經典，或聽聞一偈一句，發殷重心，讚歎恭敬，布施供養，是人獲大果報，無量無邊。若能迴向法界，其福不可為喻。復次地藏，若未來世中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遇佛塔子，大乘經典，新者，布施供養，瞻禮讚歎，恭敬合掌。若遇故者，或毀壞者，修補營理，或讀發心，或勸多人，同共發心，如是等輩，30生中，
常為諸小國王，彈樂之人，常為鄰王，還以善法，教化諸小國王。復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佛法中，所種善根，或布施供養，或修補塔寺，或裝理經典，乃至一毛一塵，一沙一滴，如是善事，但能回向法界，是人功德百千生中，受上妙樂。如但回向自家眷屬，或自身利益，如是之果，即三生受樂。捨一得萬部，是故地藏，布施因緣，其是如是。